后来这个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到上界，台北股市嘛受到冲击。早起一个开盘就来落49点，随后出现着恐慌性的卖压，一度来落破着半年线。加在这个尾盘也是有退掉的，多空交战激烈，上尾也是小可落41点，以17328点来收盘，成交量是3181亿。这个台积电早盘上侪是得5块，嘛互指数落盘的幅度扩大到超过200点。这金融、塑胶、观光类股嘛是青顺顺，也毋过防疫的概念股，包括毛宝、康纳香，拢来飙起停，高端一度是大起7%。另外航空的类股嘛是继续来走弱，华航甲中营航空这个落盘幅度拢超过7%。财政部表示，国安基金随时备战，若有重大的变化，会开临时会来讨论。不过目前的状况也无遐尔歹。